本來對於好多人嚟講，傳染性極高嘅麻疹已經唔再係對人類健康產生威脅嘅一種疾病，但係由今年1月開始，本國甚至全球麻疹病例激增，呢個趨勢值得關注。今集溫家情為大家簡單講解現時嘅情況同有效嘅預防方法。由舊年10月開始，本國麻疹個案、基魯賓紹域省一宗同旅遊相關嘅病例開始上升，安省成為咗重災區，並且一路向西蔓延。到咗今年1月，魯賓紹域省聲稱麻疹爆發期已經結束，但係安省同其他省份嘅情況仍然未受控制。有專家擔心喺春假 Spring Break 期間出外旅遊，尤其係去美國南部嘅旅客，會令問題變得更加嚴重。由今年1月到3月18號，根據加拿大公共衛生機構 PHAC 嘅數據，全國已經出現369宗麻疹感染個案，呢個數字正不斷上升。細過1歲到4歲嘅病人佔咗接近30%，5到17歲佔40%， 18歲到54歲佔咗其餘嘅30%， 50歲或以上國民只係佔1%，而接近80%病人都係未曾注射過預防疫苗，而96%嘅個案都係喺本國感染。專家指出，麻疹嘅病徵通常係喺受感染7到21日之內先至出現，包括發燒、咳嗽、流鼻水、眼睛發紅，之後紅疹就會出現，由面部向下蔓延。雖然大部分麻疹病人都會好返，但係小部分病患者，尤其係兒童同免疫系統失調嘅人，就可能會出現肺炎、腦膜炎甚至死亡，所以唔能夠掉以輕心，必須求診。不過喺前往醫務所之前，需要通知相關職員作出防備。而最有效嘅預防方法就係注射 MMR 或者 MMRV 疫苗。專家話，12到15個月大嘅嬰兒注射1劑疫苗嘅有效預防率去到85%到95%，打齊2針，預防率可以達到接近100%。根據 PHAC 嘅指引，12到15個月大嘅嬰兒應該接種第1劑 MMR， 18個月或之後打第2針。未曾接種過嘅人士必須打齊2針。1970年之後出生可能受感染嘅人要打1針。高風險人士例如旅客同護理人員就要打2針。而1970年之前出生、前往高風險地區、醫護人員等等就要接種2劑 MMR。不過通常嚟講，1970年之前出生嘅人士都由於曾經受過感染，自然免疫。今集嘅溫家情到呢一度，下集再見。